机或是会发生响声的器具，我们把它调到静音或是震动。谢谢。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弟兄姐妹，我们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成为你的儿女何等有福，因为你总是用笑脸帮助我们。你使我们心里快乐，像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因你满有慈爱，使你的儿女常亲近你。你又有怜悯，在我们软弱小信时，为我们扶持坚固。在过去的一周，我们努力工作，与人和睦，正常作息，都是蒙主保守，也应当如此行。赐福今日在圣坛前由上主而来的信息，使有耳的当听，并遵行你的旨意。愿一切荣耀与赞美都归给你。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现在让我们一同站立起来，一同站立。对，很开心在今天主日早晨可以站在这边，跟大家一同来敬拜我们最荣耀的主。现在我们跟左右两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专心仰望耶稣。我们要专心仰望耶稣。好，我们现在一起拍手。让我们带着信心和盼望，还有一颗喜乐的心，来向我们的主宣告：我们都是主的见证人，我们要见证他的荣耀，见证他的大能。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残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以坚韧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好，我们一起有信心的来宣告：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残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以坚韧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专心仰望耶稣，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
前面的路程。一起宣告，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来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哈利路亚！我们用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耶稣基督。谢谢主，谢谢主。我们是何等的恩典，能够站立在主的面前。现在我们就一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一起开口唱。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里充满赞美。我们以真诚的心来敬拜主。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主是何等的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我们的主已为我们挪去。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主，你挪去，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主，你是何等恩典，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
主，谢谢你的恩典，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谢谢主的恩典，我们的主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阿们。愿我们所行的事都要遵守主的旨意，我们手中做的事都要认定我们的主。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让我们一起开口唱：我要专心仰赖你。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将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献上一切，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献上一切，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让我们献上一切，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主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现在让我们一同站立，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多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
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立，我们同颂荣耀颂。会众请坐。起应文，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23篇，旧约圣经556页，诗篇23篇。会众可参照前方布幕的起应顺序，由司会来起，弟兄姐妹来应，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同颂。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因为你与我同在，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最后一节，我们一起：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公道，我们可以用周报第2页最下面的代祷事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荣光堂的弟兄姐妹要一起为欧洲国家摩洛哥祷告，让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当中，使百姓都能认识基督信仰，为此祷告。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祷告，小港卫理堂的林大圣牧师为教会奉献能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得人，传道与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及爱人民的心给执政掌权者，赐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我们更要为台湾在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最后，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做结束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我们由陈秀薇姐妹来为我们攻读。请大家来听上帝的话，请翻开旧约283页，旧约283页，撒母耳记上16:1至13节，撒母耳记上16章1至13节。
大家翻开之后，由我来攻读。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要为他悲伤到几时呢？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的众子之内必定一个作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母耳呢，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了。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7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就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到拉玛去了。第二处的经课，在新约214页，新约214页，以弗所书的第5章8至14节，以弗所书5章8至14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鉴察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正道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1章19到26节，《使徒行传》11章19到26节。翻到后由司会来攻读。19节，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
他到了那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1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诗班献诗，今日要献给主的诗歌是：我今永远属他。正道，今日我们邀请圣光神学院陈吉松院长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正道。
题目是基督徒的意义。欢迎陈院长。蔡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6节，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名称是从安提阿起手。那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的人啊，只是去教堂做礼拜而已。可是，在第1世纪，门徒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的意思，跟今天有很大的差别。我要跟各位来看这样的经文，26节就说明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的过程。我们一起来读来。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1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各位看看，这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在耶路撒冷遭受了逼迫，之后呢，有很多的门徒，他们就跑到了腓尼基。腓尼基在这个地方，巴勒斯坦的西北边这个地方。然后有些人就坐船到了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那有一些人更远一些，就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那这个他们分散到各处去，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的重点，就是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安提阿可以说在罗马帝国第1世纪的时候啊，是罗马帝国里面第3大的城市，所以是一个人口非常多，而且犹太人有一部分的犹太人在那里，还有很多的希利尼人、希腊人在这个地方，当然很多罗马的居民也在那个地方。好，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地图。那这个基督徒这个名称，英文就是 Christian， 这个是由2个单字合成的。第一个单字就是基督 Christ， 那这个字来自希腊文 Christo， 它就是拯救者、救主的意思。对犹太人来说，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可是后面接一个 IAN， 这个是拉丁文，它意思就是属于什么样的人。所以当你把 Christ 加上 IAN 的话，就是属于基督的人，属于基督的人。所以各位，基督徒他就是属于基督的人，或者说基督人的意思。很特别的就是，所有的宗教，他们的宗教徒的名称都没有 IAN。比如说，像回教徒 Muslim， 你看不是用 IAN。那道教徒他也不是 IAN， 即便佛教徒有佛教救主释迦牟尼，他也不是用 IAN。然后犹太教徒 Judaism 也不是。那基督徒他是属于基督的人。那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呢？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3个方面来看看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基督徒。第一个就是为基督受苦难的人，在19节上半节这样说那些因司提反的事，就是司提反在耶路撒冷那边做见证，结果引起了当地的犹太教徒还有的祭司、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文士等等，他们就非常生气。然后呢，他们就竟然用石头就把司提反打死了。但是司提反死的时候面带荣光，感谢主，他说：“主啊，请你接受我的灵魂。”看见这个他死之的时刻在天上，耶稣基督就从宝座里面站起来，
意思是什么？迎接这位为耶稣受苦难殉道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接下来这个逼迫不止临到司提反而已，也临到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身上。所以他们就遭患难，就四散了。就像我们刚刚给各位看的地图，有些人就跑到了这个腓尼基，有些人就跑到了塞浦路斯居比路，有些人就往北边走到了安提阿那个地方。他们四散之后，有些人终于到了安提阿，在那里才被称为基督徒。很奇怪的是，他们受患难四散，可是却变成更能够传福音的传道人。所以其实基督徒每一个都是传道人吗？你知道吗？不只是我们蔡牧师，他们是传道人，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期待着耶稣的名称，都是要传耶稣的人。所以他们做传道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也一定有一个记号，就是要为耶稣基督受苦难。人在受苦难的时候从苦难中逃避是人之常情可是往往有一些情况也发生，就是有可能受苦难的时候，他不是逃避，反而是对苦难有更强的执着。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以前最近因为3年的关系，3年疫情的关系就登山的人不能够集体去登山。但是在3年之前你知道新竹有一个奇来山，对不对？奇来山是很险峻那每一次暑假的时候都有很多的人学生就会去登那个奇来山。可是呢，几乎每一年都有从奇来山遇难而死的人。每次听到登山遇难而过世的人我就觉得什么地方不好死，却要登山遇难而死。有一次我就很好奇的问那些登山的勇士们：你们为什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爬山呢？你们爬山的理由是什么？每一次他们的回答都很有趣，请你听听这些登山勇士的回答：因为那里有山，因为那里有山。他们爬山的时候，有时候会失去同伴，还有难以言喻的苦难，但是他们对于山有一种很强烈的爱慕。这个苦难对他们来说，不是让他们离开山，反而是让他们更亲近山。各位，同样的情况也在基督徒身上，你愿意爱耶稣吗？那你就为耶稣受苦难吧。你愿意爱我们荣光堂教会吗？那就为教会受苦难吧。有人对教会没有什么情感，所以常常会说埋怨教会的话，但是那是没有为教会受苦难的经验。如果你参与教会的事工，分担主的工作，参与苦难，献上时间，奔波劳累，为了担当这些事情，我们应该背起独特受苦难的十字架。更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借着这苦难，我们会更爱教会。有一些人受到了苦难或者试探的时候，就产生无教会的思想模式，就觉得不需要教会，晚上在家里我就上线视讯视频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去教会，你这样也可以聚会啊。另外有一些人会劝人，你去教会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太投入，不要太入迷了。所以虽然去教会，但是却对教会没有归属感。有些人参加礼拜之后在祝福礼拜结束之前就离开了，他们认为这样是最聪明的教会生活。各位，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礼拜。祝福祷告是这个礼拜的最高潮的地方，就是我们把前面的诗歌敬拜，接下来的诗班或者献诗，或者一起彼此的分担的代祷事项，然后传讲信息，最后呢由牧师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把今天的聚会程序里面的每一
个事情啊，通往恩典都临到你身上。你可以在礼拜结束之后领受这个礼拜结束的祝祷啊，回到家里可以领用主各样的恩惠在你身上。所以你还没有聚完会你就跑掉了，没有领受祝福，那这是非常可惜的。如果这样的人慢慢增加，对教会和对主的爱就无从学习起。对于我们想爱的对象，没有努力以及付出汗水，没有投入时间和物质，是没法去爱的。各位，我们举一个例子，假设今天我们有2个弟兄，跟姐妹，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在教会里面谈恋爱。那谈恋爱的话，不管是弟兄，不管是姐妹，要不要付出时间？要不要付出汗水？有时候会有汗水哦，辛劳的为他做什么事情？那要不要付出那个物质？要不要付出金钱？你有时候请他喝咖啡嘛，对不对？或者去逛街啦，或者看电影啊，等等啊，那这个都是需要物质付出嘛。所以如果你都觉得很吝惜这些东西，也不付出时间，也不付出物质，也不付出努力，那想，如果这个女孩子看到哇，她队友这么苛，她谈恋爱都这么苛，结婚有人不更苛了吗？所以这样的男孩子你就不要找他啊。如果是这样的女孩子我想你也算了吧。那就是说，彼此在谈恋爱的时候，他是需要付出汗水，需要付出努力，需要付出时间，需要投入金钱的。当然不是一定要投入很多的金钱，但是有时候几百块，有时候几千块也需要嘛，对不对？那他生日了，买一个有价值的纪念礼物，这也是表达一种这个爱啊。所以如果没有付出这些，你是没有办法去爱的。同样的，我们爱教会，你说我爱教会，主要爱教会不是用口说的，不是用嘴巴说的，你要付出时间啊，你要付出金钱啊。像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地方聚会，有时候你会是义务的，但是你还要奉献，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爱耶稣啊，你不是奉献给牧师你不是奉献给某一个这个同工你是奉献给耶稣。所以为耶稣的缘故，我这样去爱。初代的基督徒为主受到苦难，但是却更爱主，这是很奇妙而自相矛盾的。因此让那些不信的人就觉得很奇怪。本来基督徒的名称不是基督徒自己取的，而是住在安提阿不信的人对跟随耶稣的人的称呼。他们会说这群人很奇怪，他们在一路上受到苦难了，跑到这个地方来，他们因着爱耶稣，因着耶稣的缘故受苦难，而分散到安提阿来。可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又宣扬基督，看起来是真的爱主所以当地的人就给他们起了基督徒的名称。请问各位，你认为自己成为基督徒有过着合一的生活吗？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为着基督和因着基督受苦的痕迹吗？基督徒的名称除了使徒行传2处的经文之外，另外在彼得前书4章16节也可以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好吗？预备来。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当时基督徒这个字的意思是为基督受苦难的人。各位想想看，如果2个国家发生了战争，那我军战胜的时候，那最高的荣誉是属于那些为国效命的人。他们的伤痕在战场上所留下的伤痕，就成为他们的冠冕。知道最近几个礼拜，二胆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个上宾，他就因着不知道什么缘故，也许是债务的关系，他就跑到对岸去了。当然，这跑到对岸去有很多的说法，但是无论如何，他就跑到对岸去了。他不解决这些问题，他就跑到对岸去了。那你想想看，他不但自己受到通缉，连他的家人在邻居当中，在那个社区里面都抬不起头来，各位知道吗？所以基督徒为主受苦难，他们的伤痕就成为他们的冠冕。相反的，最不名誉的事情，就是从战场逃亡的人，他不敢受苦，他不敢打仗，他看到敌人就跑掉了。
这是在战场上拒绝受苦难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我方打胜的时候，这些人就成为羞耻的一群。我们结束人生的战场，会来到永活的主的面前。最荣耀的就是说，我们会对主说：“主啊，你看，我还留着为你受苦的痕迹。”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留着受苦难的痕迹呢？谁是基督徒？就是那些说我是有为基督受苦难的记号的人。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什么是基督徒呢？就是传扬基督的人。在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或者说，在跑到安提阿这边的门徒啊，就分了2个族群。一个族群的人是犹太人，就向犹太人传福音；另外一个族群呢是这个非犹太人，他们就向希利尼人，就像那些外邦人传福音。这个就好像我们如果到了美国去那美国去的时候呢，那你到你发现有个台湾的乡亲过来，那你请问一下，是台湾人跟他传福音，他还没有信主啊，台湾人跟他传福音，还是中国人跟他传福音比较容易？台湾人嘛，对不对？这个乡亲熟嘛，那人情也熟，对不对？那如果是一个从那个欧洲来的人，那到了这个一个城市里面去，刚好那边有欧洲裔的，他的国家裔的那个百姓在那里，那个国家的百姓向这个非基督徒传福音，欧洲人传福音，你看还是你这个台湾人跟他传福音比较容易？当然是他的同乡老乡跟他传福音更容易嘛，道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所记载的就是，犹太人就向犹太人传福音，不是犹太人不想向外邦人传，而是比较容易传福音，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大家有情感嘛，对不对？在那里生活过，风俗习惯都很相近。好了，那这一群人，他们是传扬福音的人。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在分散受患难的人，他们到达安提阿以后啊，可以说这些人是从别的城市移民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些移民最优先的课题，最优先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像我们举个例子哈，假设我们当中有弟兄或者姐妹，你有亲人到了美国去移民，或者到日本去移民，请问一下，移民最优先考虑的是什么？你要住的地方，对不对？住哪里？要先解决住了，你不能一直住在朋友家里、亲戚家里嘛。你顶多住1个礼拜最多了，对不对？你就赶快找住的地方。可是如果你有孩子要上学的话，你第2个要考虑什么？学区，对不对？学区重不重要？很重要。对年轻人的服务来讲，学区很重要啊，对不对？或者要读高中、读小学，这个都很重要。接下来呢，你要买部车子啊，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是你要再找工作嘛。这个就是移民会考虑的一些次序，对不对？可是这些第1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分散到了安提阿之后，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因为分散到各个陌生的城市去，在新的城市找到住的地方，不是就是优先的课题吗？但是他们分散却宣扬主耶稣。我们接着这段经文就发现，他们生命的优先次序就是宣扬基督。这个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们如果移民的话忙死了对不对？要赶快解决住的问题、吃的问题，然后这个学区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等等，哪有时间去传福音啊？所以传福音变成我们这个优先次序点不会排在第1、第2、第3。等到这些我们都 settle down 都处理完之后，我们再来有空再来传耶稣的福音。可是第1世纪的基督徒，他们不是这样想，他们的生活不是跟我们一样吗？他们不是也要解决这些问题吗？他们不是要解决住的问题吗？他们不是要解决学区的问题吗？他们不是要解决交通的问题吗？他们不是要解决工作的问题吗？可是他们的优先次序里面，他们却优先来传耶稣。这就让我们非常感动。原来第1世纪的人，他们是这么热衷传福音，
他们把他们传福音、传耶稣的福音当做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优先。为什么？因为他们领受这个福音以后，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这样大罪人，竟然也可以得到福音。所以耶稣的福音改变他们，感动他们，让他们觉得，我们即便在苦难中为耶稣基督受苦难，我们还要传扬耶稣。也许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信耶稣太容易了，大概没有什么逼迫，所以我们对这个得到的福音啊，我们就不会珍惜。可是福音不是你想的这样，福音是上帝多么伟大的救恩计划。福音是上帝用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所以上帝的义，我们本来是不义的，上帝的义就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信耶稣基督临到我们身上。这个福音背后的逻辑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复杂的就交给上帝去做吧。我们只要怎么样？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所以福音对我们来讲是很简单，因为太简单了，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啊，这个哪有这么简单的啊？哪有这么简单？信耶稣哪有这么简单？其实不简单了，完全不简单，因为背后救恩的背后是付偿了很多很多的代价。这个代价你不需要了解，就像你买车子，你买车子吧，你就要付，假设80万好了，那你付了40万或者付了80万，你把钱付给他了。那个你要不要先搞懂汽车里面的零件结构，然后才来开车？需不需要？不需要啊！你只需要学会怎么样，驾驶韩多路，对不对？那转弯的时候，怎么样转弯？那怎么刹车？怎么开动油门？你只要学会这个，去驾训班学个几个礼拜就可以了，很简单，对不对？其实汽车的结构简不简单啊？不简单嘞！还有一人特别有汽车维护科、修复科啊，你就知道这个是汽车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对我们来讲，你只要付那个代价，我就可以开了，我就学会，我就可以开了。所以你只要付出代价，你就可以信耶稣。可是你又付不起这个代价，你是罪人，你所承受的是你的罪还不清，也还不起。所以怎么办？所以上帝就为你我的缘故，想了一套救恩的办法。这个救恩的办法就是怎么样？就是我替你的偿，因为你偿不起嘛，你还不清啊。那偿不起、还不清，你两手一摊说，那我干脆不要还了。可是不要还，你的结局怎么样？就下地狱去。那现在，上帝因为爱我们，上帝何其的丰富智慧，他的慈爱何等的丰富，他就为了爱我们，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福音呐。所以福音背后的逻辑是非常不简单的，但是我们信的人是很简单的，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哈利路亚！所以各位不要以为信耶稣很简单，其实信耶稣背后的救恩的逻辑太复杂了。但是这复杂的交给上帝去做吧，我们只要单纯的接受，你认识了这个福音之后，你就相信耶稣基督，这样就可以得救。所以这个福音呢，领受到的人，真正领受到福音的人，他们心中会存着无限的感恩、无限的感谢。即便遇到困难，他都希望能够把福音透过他传扬出去。各位，你对福音可能不认识，所以你不会有这种真切的负担去传扬福音。可是第一世纪的人，第一世纪的门徒，他们清楚知道福音是不简单，福音背后的逻辑太困难了，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尝不清。付不清，付不起，所以只得上帝替我们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信耶稣基督可以得救。通常传福音给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们会说啊：“哎呀，你的八字好，生活无忧无虑，所以你才能够营营无代志。”因你美代子才能够叫人信耶稣。像我生活困顿，哎呀，我常常为3餐就打拼，哎呀，对我来讲是有困难的。其实你不知道福音的好处。如果你领受了福音的好处，这个福音也包括解决你每天所需要的，但这是救恩福音的一部分。有时候
邻居认为我们传福音是吃饱没事干。但是第1世纪的基督徒在如此患难跟困境当中，他们不断的宣扬主耶稣基督。他们说，我在耶路撒冷的主，也是我在安提阿的主。在顺境中他是我的主，在逆境中他也是我的主。年轻岁月的他是我的主，同样的，他也伴随着我到晚年，他也是我的主。所以经过的岁月，对基督的爱就越来越强烈。用这种爱，无论在何处，都去传耶稣，他是主，耶稣是基督。所以传讲主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生命，耶稣是基督。所以不信的人就看到传福音的人这样子传着耶稣是基督，所以就给他们一个别号，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开口闭口，哎呀，无论得时不得时，就传扬耶稣。哎呀，他们真的是基督徒啊！所以就给他们一个这样的名称，这是传福音。第3个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什么是基督徒呢？就是像基督的人。在23节里面，24节这样说到：他到了那里，就是巴拿巴到了那里，就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然后24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好多人就归服了主。在12节里面，23节里面是讲到巴拿巴分享的信息，他的信息就是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今天的你有靠主来生活吗？有立定心志，遇到困难的时候继续坚持靠着主而活着吗？那24节就讲到巴拿巴的人格，他是这样说的：这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巴拿巴拥有主的心，他的生命仿佛主的生命。按照第1世纪的文件里面，初代基督徒这个单字解释着基督徒就是属于基督的人，或者是基督人的意思。我要问各位，今天你的邻居看到你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你是属基督的人？基督徒也可以称为小基督，小基督。所以邻居看到你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你是小基督呢？或者邻居看到你的时候，你觉得哎呦你是小魔鬼，那你就有祸了。你没有彰显耶稣基督来，反而怎么样，把魔鬼的形象彰显出来，那就很惨了。所以当你邻居看到你的时候，每一次当你开口来见证基督的时候，借着这个见证，人们会从你身上遇见耶稣吗？借着你的生命可以彰显基督吗？我们基督徒当中有一些人不喜欢别人称呼为我们信耶稣的，所以不信的人称呼我们是信耶的时候，又说哎呀，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味道。那不喜欢被这样称呼的人就会努力的去消除耶稣的味道。可是我要请各位，请问一下，你的身上是哪一种味道呢？如果你里面常常谈的是，口里谈的是股票，那别人就从你身上闻到股票的味道。那如果常常听你谈房地产，那别人就从你的身上闻到什么？房地产的味道。那平常谈到那个钱的问题、投资的理财的问题的时候，那别人就从你身上听到什么？听到那个钱或者铜臭的味道。请问你身上是哪一种味道呢？你认为跟你接触的人能够从你身上感受到什么味道呢？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希望别人闻到拯救你生命的主的味道吗？你是不是以基督为荣呢？你的一生当中
是不是有基督馨香的味道呢？在宾汉有一部电影叫《宾汉》，各位听过吗？宾汉啊，宾汉的主角是谁呀？就是宾汉嘛。他被抓当奴隶的时候，耶稣就出现在他的面前，给他人喝水的那一幅场景。那这个陌生人对宾汉来说是陌生人，他就来到了宾汉面前，就把水就递给了宾汉。宾汉口渴的不得了，他就发现他领受过这个水来喝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人身上啊，他从他身上感受到奇妙的平安跟感动。宾汉从那个人身上得到一种恩惠跟爱。随着他的岁月一直没有忘记。那这个戏的最高潮就是宾汉他亲眼看到给他水喝的这个陌生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场景。他就说：“我怎么能够忘记为我舍命的那一位呢？”各位相信耶稣真的为你而死吗？如果是真的，那为什么不敢放胆传福音呢？为什么不能够在你生命当中散发出基督馨香的味道呢？为什么沉默呢？是胆怯吗？或者觉得我把耶稣讲出去，觉得很羞耻呢？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就辜负了他对我们的爱。亚历山大的这个部队里面，他是希腊帝国的开创者。在他的军营里面呢，有一个小兵啊，是跟他同名字。这个小兵生活作息常常出问题，所以这个连长或者营长或者排长就骂他的时候呢，就骂亚历山大的时候呢，就好像冒犯到他们的皇帝一样，所以大家就觉得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些长官好像都拿这个小兵没辙儿啊，小兵也觉得自己跟皇帝同名，所以你们也不敢对我太嚣张。可是没想到这个消息就传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耳中。在深夜，皇帝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就直接到军营找到这个小兵。这个小兵那一天喝得醉醺醺的，他看到这个皇帝忽然间站在他面前，他眼睛一看，哎，这个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呀！他就立刻从床上跳起来，就跟他敬礼。亚历山大就说：“你的名字叫亚历山大吗 ？”“Yes, sir。”皇帝说：“我因为听到你跟我同名字，所以你错误的行为，你的不适当的举止啊，就玷污了我的名。现在我要你做2件事情。第一个，你改掉你的名字，因为你的名字跟我一样。”所以你不适当的行为，你错误的行为就羞辱到我的名，你要改名字。那如果你不肯改名字，那就改掉你的行为。我们认识主之后，得到跟基督相同的名字，各位知道吗？所以基督徒或者是小基督或者属基督的人，这句话里面有基督的名字。我们不好的行为也同样会亵渎了基督。在邻居的眼里面，破坏了基督的形象，那这个责任谁要负呢？当然就是基督徒啊，就是你身上带着基督的名字的，上基督的属基督的人呐、拯救你的上帝的儿子，创造天地的那一位，用怜悯跟爱拥抱你我，而且医治改变我们这些耶稣的痕迹跟味道。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了吗？有一个俄罗斯的兵，他打仗当中打败了，被抓，被拿破仑军队抓到之后呢，这个被俘虏的兵啊，就属于拿破仑军队，所以拿破仑军队通常就会做一件事情，他们用这个
烧红的铁烙哦，就铁印子哈，就在这个左手臂上就烙上一个 N 就是拿破仑，属于拿破仑的。那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俄国兵呐，就问说：“哎，这个 N 是什么意思啊？”哦，这个 N 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已经是属于拿破仑大帝的这个标志。听了这句话的俄兵啊，立刻就拔剑起来，就砍断了他的手臂，把这个淌着血的手臂丢到外面去。他说：“我只有一个主人，我没有第二个主人，我是属于俄罗斯大帝的。”各位，你没有第二个主人，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只属于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就是属于基督的人，你不会有第二个主人。所以你的一生已经归属了耶稣基督，他除了给你丰富的恩典、丰盛的生命之外，你也属于他。所以这样的属于基督的人，有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为基督继续受苦难呢？遇到苦难的时候继续持守信仰呢？属基督的人有没有在各样的情况里面把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呢？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但是有时候有人接受福音的时候是会有时间的快慢。如果那些比较快、心里比较柔软的人，哎，你应该看到机会就把福音先传给他，然后别人能不能从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馨香的味道呢？在第一世纪里面，福音能够传开来，有2根重要的柱子。第一个柱子就是他们宣扬基督，他们无论得时不得时，他们传扬耶稣。第二根柱子就是说，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活出基督来，他们活出基督馨香的味道。所以他们不止口讲，不止口来讲，你口讲，你的生活没有行动配合，他们觉得这个人只是嘴巴会讲，他生活跟他所讲的不一样。这就是第一世纪的2根重要的支柱。我盼望第一世纪这些门徒被称为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心智也能够承传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荣光堂、卫理堂。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来看一个这个简单的简介哈。圣光神学院是在1955年创立的，当时是戴德生的孙子戴永勉宣教士来到高雄创立了圣光神学院。我们的校友到今天大概有1500位校友，分散在世界各地，有亚洲、日本、韩国，还有中国大陆，还有这个东南亚印尼、新加坡、香港还有缅甸等等。那我们培养神学生有这个需要具备4大能力。所谓核心能力啊，就是说还有专业能力、专业知识跟基本素养。那专业知识啊，就是希望他能够在学校里神学院的时候就学习到释经讲道，卓越而正确的宣讲主的道。那第二个就是有基督般的领导力，所以牧养教会领导力很重要嘛。第3个就是要对福音、对人的灵魂有强烈的使命感。所以圣光栽培的神学生，我们盼望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对人灵魂有负担。那另外一个基本素养就是他的内功，这个内功就是怎么样？就是要充满活力的灵命。所以有内功的充实，那有外功就是卓越释经讲道，另外领导力，另外对福音、对灵魂的使命感。那我们现在的学制有这几种，白天有道硕、一般道硕、一般道硕一般道硕你另外有一个矿袜宣教的道硕。另外一个就是今年又设立了幸福门训的道硕。所以一般道硕还是照旧，没有改变。可是我们在道硕里面有分了2组，一个就是我对宣教有负担，我们没有权利宣教硕士我们就有一个矿袜宣教，也就是说95个学分里面，我把18个学分拿出来，那放了6门课的宣教
的课程，矿化宣教的课程放进去。那这样他毕业的时候，他得到道硕学位。另外，他有第二个专长是矿化宣教的专长。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啊，在2001年的时候，圣光开了諮商研究所。諮商研究所我们开了5届、6届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諮商毕业生諮商研究所的毕业生没有一个教会聘他们做諮商传道人。后来华神在我们圣光开设后第2年、第3年，又开了辅导硕士，他们的光景也跟圣光一样，没有一个教会聘他们为辅导传道人。这是台湾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在美国不会有这个问题，在欧洲也不会有这个问题，唯独在台湾会这样。所以我们就不希望再犯这个错误，所以我们就把宣教的课程就16个学分、6门课，18个学分就放在这个道硕里面。那他们有第一专长，就是道硕，他一样可以在教会受聘为传道人，牧养教会。那也可以跟主任牧师配搭，来做宣教的施工，推动短宣、中宣、长期宣教的工作。那如果上帝呼召他，他也接受了装备，所以他也可以到海外从事矿化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道硕的矿化宣教组，第1年结束以后的暑假，跟第2年结束以后的暑假，2个暑假一共4个月，我们会派他们到矿化宣教工厂，而且圣光为他们出资4%，80%由圣光来帮助他们，他们只需要募款20%。如果5万块钱，你只需要募款1万块钱就可以了，那4万块钱由圣光来补贴你。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相当重要。如果各位对宣教有负担，欢迎你来报考道学硕士矿化宣教组。那另外就今年成立的这个道学硕士幸福门训组，那这个幸福门训去年我们是基硕的幸福门训组，但是基硕不是神学院的主要的学制，道硕才是核心的学制，所以我们今年就把它用道硕幸福门训来取代基硕的幸福门训。那95个学分里面，我们就把27个学分实践课程拿出来，然后就放入幸福门训的10个课程放到里面。因为幸福门训的实践性比我们道硕里面的10门课的实践性更强，而且更有系统。比如说幸福门训里面，你要怎么经营 base， 你要怎么在幸福小组里面传这8次的福音信息，然后他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怎么办？带到小组里面来，所以小组成为牧养的一个地方。但是幸福小组就是小组里面分出来开幸福小组，好像那个航空母舰是小组，然后航空母舰上面的战斗机就是幸福小组。所以战斗机飞出去打仗的时候，要不要加油料？添加油料要不要？一定要嘛，对不对？他们添加油料用光的时候，他们就要回到航空母舰来。所以幸福小组的小组长，我们要训练他们怎么去传福音，就透过幸福门训这个系统，帮助他们训练出他们会传福音，他们会牧养，他们可以做副长，他们可以做小组长牧养，他们也可以在教会成为一个好的牧者，来怎么样带领这个教会继续往前。这就是道硕幸福门训组。那另外这就是有2年制的圣经文学硕士跟基督教研究硕士。那基督教研究硕士我们也有夜间就是说你白天现在工作不太方便全时间，可能有家庭的生计的问题，那我们就给这样的基督徒晚上也可以进修神学的机会，那就是基督教研究硕士，晚上是4年就可以修完，就是一个学期2门课晚上来修，6点半到9点20，然后呢4个学期，就可以把这个基督教研究硕士修完。那如果修完了，你觉得已经 ready 了，你就可以转到白天的道硕来，再把道硕的学问再补齐就可以了。那我刚刚讲到了这个道硕的幸福门训组是由这个半导体学院这个灵感得来的。那半导体学院就是基础课程、理论课程跟半导体业界的实务结合起来。那这个是前年大概10月份
11月、12月的时候，这半导体业界的领袖们，他们就觉得危机意识很强，他们就觉得说，我们的人才来自各大学的，物理、化学、数学、电机、电子、工程、材料等等啊。那可是这些人进到台积电、进到联发科来的时候，他们要经过1年半到2年的花钱给他们训练他们、装备他们，然后让他们能够融入这个企业的生产里面，或者企业的研发里面。他们说我们等不及了，因为我们的对手竞争太厉害了，三星，还有呢这个Intel， 所以能不能在大学里面，在博士课程、硕士课程里面就成立一个半导体学院，然后呢有理论课程就跟大学一样，哦，可是呢这个实践课程就由企业直接提供实践课程进到这个大学的理论课程里面结合起来，所以他们在读硕士、博士的时候就已经了解企业的这个研发的内容或者制程的内容，所以他们就可以在大学在读博硕士的课程当中就可以无缝接轨的，毕业之后就无缝接轨进到企业里面。那我就想，如果半导体企业都有这样的这么深的危机意识，为什么栽培神工人的神学院没有这样的危机意识呢？而且一般的道授，我就知道有很多的缺陷，因为他们的所谓的实践课程里面其实不怎么实践，所以，毕业生毕业之后到教会去的时候啊，他可能要好几年才能够慢慢融入教会，带领。那能不能在神学院的时候就引进一个非常实践而且能够整合起来的实践课系统，能够帮助他们在神学院就学，而且第一个学期我们把他派到福气教会去见习，那第二个学期开始有3个学期啊，接着3个学期就在自己的母会开幸福小组。那因为他开的时候第一次可能开的不是很好，可是呢，他可以不但一面开一面学，因为有课程嘛，一面开一面可以。比如说我们第一门有透视幸福小组，一般在研习会里面啊，你谈论幸福小组顶多5个小时最多，因为它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重要的议题嘛要谈嘛。可是，在圣光神学院啊，有45个小时，刚刚谈幸福小组哦，所以你知道可以学得非常到位，可以学得非常深入，啊，比如你怎么经营 base 的，base 的要经营的，要不然你邀请 base 的第2次就要不来了，没有人了，你要怎么去经营它？啊，这个都告诉你，你怎么样做那个幸福小组的时候要怎么做，很多细节的问题啊。各位，你知道一个精品、一个良品、一个好的产品，都是什么样？每一个细节都很看重，对不对？才可能成为怎么样精品嘛。如果这边大掉一点，那边大掉一点，那边大掉，出来怎么样？就瑕疵品。所以当然果效就有限啊。所以很多教会开幸福教会开不出来，就规矩说，我们教会不适合，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细节在哪里。细节啊，决定什么？决定那个开幸福教能不能成功。所以你在圣光可以有45个小时。比起那个在研习会5个小时，那有9倍的时间可以学习。我相信，一定这个学制一定会祝福众教会。所以，如果各位年轻人有意愿的话，我鼓励你来读这个半导体，这个不是我讲，道授班的幸福门训组。我相信未来对荣光堂啊，当然，如果我们的蔡牧师他要支持很重要，他的支持非常重要。如果他支持的话，那我们神学来这边学，我相信在教会就可以不断的在一个点，然后变成一个面，啊，然后变成一个小组、2个小组、3个小组，这样的慢慢扩展。各位，教会的成长一定要传福音。如果教会的成长是不传福音而成长，那这个教会就是怎么样？偷羊嘛。我想我们荣光堂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对不对？有很好的这个传统，对不对？我们不是偷羊的教会，我也不相信，你就偷羊，这个羊跑到你这边来，那教会全台湾的教会也没有成长啊。所以教会要成就是要传福音，一定要找到一个可靠有果效的传福音的策略，而且知道怎么样来牧养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好，所以我鼓励各位，那我们3月31号特别跟各位介绍一下，特别我们告诉年轻人哈，3月31号就礼拜5晚上7点钟到4月1号。礼拜6的早上9点开始，
到下午3点，有4堂有5堂的那个神学营。那我们这次神学营的名额是200个，现在已经到178位了，178位，剩下22位啊。所以我希望22位我们在座的年轻人，有潜力未来想服侍上帝的，欢迎来参加神学营。我们这次如果你是60岁的，对不起我们就因为这次名额很有限，所以60岁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暂时不收了哈，因为只有22个名额而已，只剩下22个名额哈，所以我只给年轻人来参加，欢迎你们来参加，而且报名费才200块而已啊，所以你上入我们的网站，你就可以报名哈。那剩下20位，请各位抓住这个机会，神学营这次我们的讲员非常棒哈，这是我今天跟各位分享。那我想你们手头里面都有一个奉献袋，对不对？有没有奉献袋？一个为圣光神学主日的奉献袋哈。那这个奉献袋我真的很感谢蔡牧师去年就给我这样机会来跟各位分享。那我们荣光堂过去都跟圣光也很有密切的合作，谢谢你们的支持。这边这个奉献袋，你1000块不嫌少，1万块也不嫌多。如果你觉得我要分期也可以，一次我奉献多少钱你就把你的那个信用卡的名号写上去。那你有什么代祷事项，你可以打开来，这边有代祷事项你就把你的需要写上去，我们会竭诚心的为各位的代祷事项来祷告。这个是我们对各位的承诺这边有代祷事项写下来，所以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报告，能够来分享，让上帝赐福你们30倍、60倍、100倍，谢谢各位。谢谢陈院长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讲道信息。那我们翻开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在心灵粮诗选273首，教会独一的根基。心灵粮诗选273首，教会独一的根基。我们唱第1节和第4节，会众请起立。第1节。第4节。我们仍然站立，为奉献来祷告。支线同工，请预备，待会儿到台前来。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我们白白领受从你而来的丰富及美好，在数算主的恩典中，我们虽然不配，但因着爱，我们愿意在生活中学习感恩、谦卑、喜乐，大方的给出去，因为我们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现在我们甘心乐意将金钱献上，愿你悦纳，成为教会事工所用，求主赐福，让教会被造就，让福音得以兴旺。感谢主垂听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的名祈求，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今天有2位新朋友，李家芳，我们欢迎他，还有高木斌，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谢谢，请坐。那我们现在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在彼此问候第2段的时候呢，我们依然用拱手代替握手。接下来我们做教会事工报告。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工消息。欢迎今日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您。本周主日为圣光神学主日，感谢陈吉松院长前来本堂国台语2堂正道，请为神学院及神学教育关心、奉献祷告。本周主日赵少文弟兄至凤山卫理堂讲道服事。第3，制服艺人学院3月20号，就是下周一开始开课，请弟兄姐妹关心教会，这是教会的社区事工。有时间的呢，也欢迎参加当中的课程，也时常为他们奉献以及代祷。第4，教会于4月9号安排受洗及转入礼。
欢迎有意愿委身本堂，或是您尚未受洗要转入的弟兄姐妹，可以报名洗礼前的造就班。上课时间是今天主日后11点半于203教室上课。然后第5，教会将于4月7号受难日晚上7点半举办受难日的祷告会，全程将以泰泽祈祷方式进行，邀请弟兄姐妹参加。第6，教会6楼因地面瓷砖破损，目前正维修中，请为6楼场地复原规划及场地安排奉献祷告。第7，因疫情指挥中心已开放室内口罩令，教会聚会不强迫室内戴口罩，但是因着聚会的安全还有发挥爱人如己的精神，若您觉得身体不适或有安全疑虑上，仍建议佩戴口罩及洗手来做防护。在饮食呢，仍然以小组自行安排为原则。教会未来将不会开放爱宴供应，请弟兄姐妹知悉。第8，教会节期已进入大灾节期，由认罪悔改代替大灾期的开始，请弟兄姐妹预备心，透过40天大灾期，与基督旷野同受苦。若身体许可，邀请1天1餐禁食，并将禁食所做之餐费作为教会仁爱奉献使用。第9，教会爱心基金专款为本堂对外社会关怀专款的用途，用以展现基督徒对社会弱势需要慷慨的援助，邀请弟兄姐妹为爱心专款奉献，期待能将教会爱心专款在社会关怀上做更好的使用。第10，教会将开红本门徒课程，上课时间为期有9个月，每周3晚上7点到9点。需要有上过新旧约圣经宗览的基础课程，同时也欢迎上过红本课程的学员重新来温习。3月26是报名截止，4月19号开始上课。11，卫理神学院的摩西五经已开课，请为神学延伸课程及证书班学生学习顺利祷告。12，第2季4到6月主日崇拜华台语聚会服事表草稿版已贴在公布栏，请大家自行前往参阅。若有需要调整服事时间的弟兄姐妹，可以先告知办公室同工，以便修改。13、2月收支表、3月执事会的会议记录已张贴在公布栏，请大家前往关心。14、以马五斯南区社体2023年第1次重聚，时间定于4月1号星期六上午10点，在高雄卫理堂举行，邀请社体们欢喜团聚。15、3月31到4月1号圣光神学营，从助人到救人，和今日基督徒的使命，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参加。报名方法或是内容已经张贴在公布栏，请大家自行参阅。16、教会周4祷告会与主日台华语崇拜，以实体及线上直播并行。若有身体健康不佳者，尽量线上崇拜。弟兄姐妹可实体奉献，也可以利用转账奉献、信用卡奉献或是交由办公室代收。以上是教会消息。肢体消息，请弟兄姐妹外出时要多注意自身的防护及确诊家庭及弟兄姐妹身体的治疗还有恢复祷告。我们也特别为身体不适的周雄老师身体复原，薛雅文，还有陶英兰的脊椎，曾王爱玲术后的复原，黄婉子、曾妈妈、刘世文的听力，孟庆兰呼吸顺畅，杨梅琴姐妹眼睛术后恢复的顺利，李家芳身体复原，为陈素云坐骨神经疼痛
为邱薛秀雪心导管手术复原，郭敏玲身体检查顺利，还有黄礼愿在家休养祷告，为叶清慧弟兄母亲复原休养，为林传才朋友和安源佑圣流祷告，请为长者们身心灵健康代祷。会众请起立。3-1颂。请牧师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成为传福音、受差遣、造就人的基督徒，能够使人得帮助、得益处。愿你恩待我们，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都蒙恩，蒙上帝的看顾。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请坐。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事工代祷。若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也欢迎来电或找牧师为你们祷告。